徛在地看世界，来看南韩的偶像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进前得到美国非营利组织韩国协会颁奖。当时，这个天团的队长主动来讲到罕见死难人员的议题，结果引发到中国官方的媒体甲中国的网友强烈的批评，认为因来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感情。虽然中国的外交部真罕见无正面来回应，但是防弹少年团伫中国的网络甲社群的平台所有代言的广告，全部拢互撤掉。伫七十举行的全世界线上演唱会，南韩的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唱歌兼跳舞。音乐节伫美国非营利组织韩国协会范弗利特奖线上颁奖典礼，讲到英国罕见的残酷 ，BTS 冒严肃的一面。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history of pain that our two nations shared together, and the sacrifices of countless men. And after 70 years, the world we were living in is much closer than before, and boundaries in many aspects are getting more blurred. 1950年到1953年的罕见造成超过20万的南韩士兵、几百万平民以及差不多37000名美军亡生。中国当时甲北韩是徛做伙，有18万解放军死伫朝鲜半岛。即马 BTS 讲起到罕见死难人数的话题，10日引起中国官方媒体全球时报的批判，讲 BTS 这款单方面的观点是否定历史，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郭认讲，这发言的内容是设计来吸引美国观众的，马上引起中国网友的攻击。中国外交部伫例行记者会中对着 BTS 讲到国家尊严的问题，真罕见无正面的回应。我也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也注意到中国网民对此事的反应。我想说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我们 共同的追求，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因过三星运动品牌菲拉甲现代汽车，只要是 BTS 广告的，拢甲较早类似风波同款，一时之间拢为中国网站也是社群媒体平台消息。